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呢幾日越秀區最好玩嘅蘭園盛會花開越秀文旅周活動啊！古代人最中意玩嘅10件事喺晒蘭圃公園呢度，跟我一齊去睇下。第一個係焚香，啲蚊蟲聞到香味之後就飛走咗啦，人聞到香味之後，啲煩惱都飛走埋。第二個係品茗，即係嘆茶。第三個係酌酒，即係飲酒啊！嗱，有人講得好啊，千秋大業一壺茶，萬丈紅塵三杯酒。第四個就係聽雨，廣東人最熟悉噶啦，回南天啊，邊個屋企埲牆唔係聽雨咁嘅狀態？第五個就係撫琴，嗱，廣東嘅嶺南古琴啊，係從宋朝一直傳到而家，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噶。第六個就係對弈，即係捉棋啦。捉棋最緊要你係要諗掂後邊嗰幾步應該點行，同我哋嘅人生係一樣嘅。第七個就係時花，即係種花。女仔最中意邊兩種花呢？就係隨便花、有錢花。第八個就係讀書，讀書真係可以改變命運嘅。第九個後月，即係等待月亮出嚟嘅前奏。有啲嘢啊，你得到手之後呢，可能你就唔珍惜，但係你喺等待佢來臨嘅時候，嗰種期待嘅心情反而係最寶貴嘅。第十個尋幽，嗱，中國人遊山玩水唔似西方人係抱住征服嘅目的，中國人係要進入山水嘅意境入邊。仁者愛山，智者愛水。呢10大雅事你做過邊幾種啊？